第二位，来，咱这题有几个字？三个字，三个字哦。来，咱请出题，咱看第一个题是讨厌的声音，讨厌的声音哦。好，来，第二个题是家己的永远听袂到。哦，来，凯瑞，伊后悔啊。嘿，迄个叫咱起床的物啊，哦，哎，你拢会安怎讲？脑筋，好，三个字来，呢？啥意无？无三字无。哎，你不爱搁加个什么？脑筋筋，脑筋。来，你甲老师讲者，你的答案是啥？脑筋筋，脑筋筋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咱是唔是安尼讲？哎呀，哦，哎呦哎呦哎呦！有人在唱啊！好，来，梅君，脑筋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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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脑筋啊对唔对？我安尼答。来，分数先甲加落去。有个加5斤咯。是脑筋筋吗？你甲看，5个拢出来啊啦。脑筋筋，第四个是伤紧啦，第三个甲饲嘛不要紧啦吼。你也看，爱这，爱这你的色诱甲饲掉，甲饲掉，嘿，可能困在你边仔，对你就先甲饲掉。吼，啊早起的时阵你就听到。对吼，来上尾一个，手机啊内底嘛有哦。嘿，啊，阮遐叫个做良情啊，良情啊，啊，中南部乱情啊，嘿，脑情啊拢有。真侪讲法，嘿，啊，毋过咱讲一个对，老师就会互你对啊。大家县市拢有。哦，大家县市哦，大家县市拢有哦。好，来第二个题是散步的所在。哎呦，公园，哎呦，哦，你来拢第二个又着中。大家拢咧打呢。来，大家县市拢有嘛？对啊吼，啊，欠钱，欠三个字啦。你有自闭心哦？要腳點啊？要腳點啊？係咪嗬？要腳點，唔敢打，你安尼口打，要腳點愛講，我有歌聽愛講。你三個囡仔，我嘛三個囡仔。哎呦，你好好談啊！好啦，後間来跟老師講，你的答案是，公園，來老師公園對唔對？咱是唔是哦？哦，咱還有機會一個提示，一個提示。有人有收着，無收着，我繼續啊，繼續提哦。提示哦。來看一下，第三個提示。壁面做大水。哦，做大水哦，壁面哦。哦，哦，有收到無？有伊就袂做大水哦。来，哦，來。公字啊公字啊。爆花，爆花。爆花，为什么？因为不管伫什么都市，什么县市拢会有迄个爆花，啊人下晡时啊拢伫遐散步。哦，有道理呢吼。是。哦，你的答案是。爆花，來，老師爆花對唔對？哦，正確。來，有分數。有一點5斤了。來，咱繼續個看落。嘿，你河的邊啊嘛。河川邊啊。嘿，是，啊，過來刷落去是。徛懸看溪水。嘿，徛你啊，他看溪水正你有自閉心無啦？你真正有自閉先咩？有夠自閉嘅嘿啊，哦。攏無饲。對，台灣有吉祥物的車票，親像永康也是保安，伊買的車票就是永保安康啦吼。啊，什麼吉祥物吼是即馬佫買會到的咧 ？A. 吉祥如意 ，B. 大富大貴 ，C. 對分成功。好，來，咱請選擇，嘿，是吉祥如意，還是講大富大貴，還是對分成功？哎，風險愛分開哦。嘿嘿嘿哦，在一起哦。來哦，是哦，風險哦。啊，這是永康啊，永康啊，永康啊，永康哦。现在买得到。好，來個，四、啊，自己加鏡頭啊，甲紅門一甲紅門。咱哦，已經佇咱這個業界遐尼啊久，咱嘛唔免去哦，家己哦享受着通啊訪問的機會啦。是這心機太重了。你拄只，你即馬選死無唔對，不過你啥啊拄徛咧批咧。好啦，我就想講，阮做電子社啦，你要絕對會大富大貴啦。是是哦，是。遮爾單純哦。這單純，我想講，迄大家是要走去對，我們現在愛分散風險嘛。呢台叫做火車啦。火車哦是，所以講你拄啊，即馬徛喺邊對。我
我无买着钞票啦。有啦，时间到进前你有啦。哦，好好好。更进前，好来，来，再徛转来。我嘛是。来，这台火车哦，我来问一下，阮贵的，嘿，你感觉你捌听过无？记得我有看到这个新闻，还有这个人走去排队去买调工买这两个车站的这个票，对阮成功安尼。哦，是，我会讲这就爱问人啥人，你知道？梦想。秀慧姐啊，来，你全台湾性走到头啊！对，这个真正爱对阮成功啊！你绝对知影，这里嗰个这个答案对无？我你讲哦，我食到即嘛60岁安尼60岁啊，一家子安尼，我这题若答唔对就对啦，我就要来等。你叫车哦？你先拼完了，你奖金后壁。我你讲，因为哦有一个成功站嘛，这车头有一个成功站。台中啊？无，迄个台东啊？嘛无什么吉祥站的啦，嘛无如意站嘛，嘛无大富站嘛，嘛无大贵站嘛，只有对分成功，这是上个吉祥的一句。是，真正有一个成功啦，嘛有对分的啦。对。是，好，安尼大家拢对坐哦。对啊。好听是啊，你敢这个节目做遮久啊吼？敢有算啦？迄个半点钟就结束啦。这拢唔对，我拢来等下呢。阮咧等恁破记咯。嘿啦，阮来想讲安尼就较早收工。不过放心啦，无可能啦。无可能啦。唔打就是这，无就是这啦。对啊。是，嘿，来，展开答是。哎呦！你讲哦，阵啊，你要结婚啦吼，啊，你去对婚，上尾你成功哦，对对方答应要嫁你，还是讲要娶你啊？哦，安尼咱就讲做对婚成功啦。啊，拄好这两个站拢有这个站名。啊那，咱拄下讲永保安康，伊是永康加迄个保安两个站嘛，因这还是爱4个字吼，爱安尼就去念才念得出来。啊，这拄好对婚是一个站，成功是一个站，都是对婚成功。啊，所以足侪人会去买这种票。甚至有诶，迄个旅行社吼，伊会载人客去遐啊买迄个票，互人客，啊对人客佫坐迄段火车，安尼，安尼感觉讲这足有意义的一个活动，是算一个游览的意思啦，嘛，拄好去佚佗行行的啦。这个卢广仲因爸爸嘛，卢广成嘛，讲得真好，用想到谢谢老师，你唔知我哋邀请伊的后生来啦。哎呀，我拍拼，总是爱小人还款嘛。不然你就一个疑问，到底是不是？有关系咧。阮那落啊，伊爸爸好，阮替你邀请。咱台湾惯是用几平来算一个厝内空间。啊，你敢知影？几块榻榻米算作一平呢 ？A 一地 ，B 2地 ，C 4地。哦，好来，咱请选择有1地、2地、甲4地哦。好，爱记哦，榻榻米哦。袂当超过线，袂当超过线。是来，嘿，好，5、4、3、2、1，停。好，来问者，厝内底有榻榻米无？阿忠啊？较早有。较早有。所以讲你安尼来甲算起来，应该是2地。2地带一个正方形，安尼带一个。哦。厝内若有，这可能就对的哦。是。好来，平的。是。平的。你捌咱拍伊的时阵，是拢有嗰落啊？大咧榻榻米种的。当然是有一个榻榻米。你知影伊是安尼算的无？唔知啊，唔知啊，所以讲我来问你，你对上行。好，爱老实讲哦。我就是对阮队长啊。哦，这是伊的开哦。队长，你对上行。我印象敢若是2地算1平啦。 2地算1平啊，哦。不过嘛有印象敢若是4地，所以讲我们要分散风险啊。 2地1平哦，那是观察。我没有听过。你若买1平啊2地榻榻米啊，你倒啊拢袂当叮当呢。有可能，我那内底有人死哦，有可能。是倒一
出啦，都是出啦。来，唔过吼，咱的感觉敢若是应该是四地安尼搞四地搞对台湾嘛，台湾无唔对。所以我敢确定是四地，因为吼我什么拢无爱，我就最爱买厝。伊也有算哦，有因为大细伊拢爱看爱算嘛吼。好，来不要紧，来，给啦，给啦，往前。咱即马做头家啊，对啊拄较会晓算，应该爱算。来，咱即马有几个家庭真两，才有3个家庭。家庭哦，是，你感觉是四地？是的，因为其实哦，若要用这个家具来算这个平数吼，其实咱的单人床5×6的，是，哦，就是一平啦。是，咱的要倒5×6是一平嘛？诶，因拢知影咧。对啊，弄咧啊，你算啊。看一块用一块要倒5×6啊，4块榻榻米加起来差不多迄大小。哦，因过也要算，上可怜的不要算，你后壁啦。都一个标准。大罐的，大罐的。哎呦，我们舞台剧我无可能去算的啦哦。来，你嘛是感觉四地？这个，伊真的写苦啊。都讲爱讲，不要什么紧，对点人较要紧。所以大概你对啥人？唔是头拄仔咧想，唔是2地，就是4地，但是无确定啊，嘿，所以我就拆一半。哦，是啊，风险甲分贵啦。来，上个咱转来。来登。结果答案是一地。好，来徛好哦。咱来看下，咱的正确的答案是。猜这个咱讲土地偌大吼，这个计算的单位吼，即马这个咱去讲的，有人讲平啦，有人讲平，有人讲平啦吼，无共款说的无共款，这是对日本的制度来的啦。啊，日本人咱知影过去拢困榻榻米嘛，因的算法就是2块榻榻米就算1平。哦，啊，所以有的人甲伊讲4地吼，迄伤大啦。其实恁若有厝的人，你等去厝看，你就知影讲恁家大概偌大。哦，啊，你去算看卖，无可能有4块榻榻米遐大啦。虽然你30平的厝，你甲算看有几块榻榻米？哇！哦，安尼迄个2倍呢，哦，无遐尼大啦。是。所以2块榻榻米就是1平，多一平，还是讲1平，还是讲1平，拢有人讲啦吼。是。啊，这就是对日本人留落来一种计算咱土地大小的一个单位。